路加福音第11章。有一摆，耶稣在一个所在祈禱，祈禱後有一個學生對佢講：主啊，請教我哋祈禱，像約翰教佢嘅學生一樣。耶穌老佢哋講：你哋愛按樣祈禱，阿爸啊，願你嘅生命受尊崇，願你在世間掌權，使我哋當日所需要嘅飲食，赦免我哋嘅罪過，因為我哋也赦免所有得罪我哋嘅人，唔好俾我哋遇到特重嘅考驗。接着耶穌老佢哋講：假使你哋中間有人半夜去到朋友屋下，對佢講：朋友，請借我30餅嘅，因為有一個朋友旅行來我屋下，我冇乜嘅食嘅好招待佢。那係你嘅朋友對屋主人講：莫吵我，門已經關好，我老我嘅子女也已經上床了，我冇法度放起來拿本兒。愛用辦怎好呢？我老二就講，就算佢冇因為家人係假朋友，放起來拿餅嘅本兒，也會因為家人迫切緊求，放起來拿佢所需要嘅東西本兒。所以我老二就講，你的求就會得到，尋就會尋到，敲門就會為你的開。因為每一個求嘅就得到，尋嘅就尋到，敲門嘅門就為佢開。你哋當中做阿爸嘅，拉嘅討五個嘅事，有盲人反轉拿3個本兒，討結論嘅事反轉拿7個本兒呢？你哋雖然快，還得拿好東西本自家嘅子女，按樣在天堂嘅阿爸。咁唔係很卡愛將聖靈書本求佢嘅人嗎？耶穌捉走一個啞嘅鬼，鬼出去後，嘅人就講話，眾人攏總親觸驚，總係佢哋中間有人講，佢係靠鬼王撇西卜叫鬼。也有啲人想愛害耶穌，要求佢行一個神蹟，來證明佢所做嘅係對上帝來嘅。耶穌對佢哋嘅意思，就對佢哋講：一個國家自相紛爭，個國家一定會敗退；一個家庭自相紛爭，個家庭天作會破碎脫去。假使撒旦自相紛爭，佢個國樣辦會起得很孬。你就講，我腳鬼係靠撇西卜，但係按樣，你哋嘅肢體腳鬼又係靠馬沙諾。你哋嘅肢體為證明係你哋唔錯，其實我腳鬼那係靠上帝嘅能力，就係證明上帝已經在你哋當中掌權了。數拿武器嘅勇士裝定佢自家嘅屋，即使佢嘅東西就親安全，仲係比佢還卡有力嘅勇士來到制服佢，就將佢所靠嘅武器搶走。又將佢所搶到嘅東西本體，唔同我搶下嘅，就係反對我嘅；唔同我搶下熟悉嘅，就係打散嘅。下令離開所附身嘅人，在早上嘅地方行來行去，尋休息嘅所在，仲係尋無。就講我愛在原來嘅屋度去，佢就倒轉去，看到嘅屋變到強力。又整理到清好勢，佢就出去，帶一個比佢還卡惡嘅下令倒轉來，同佢衝下入去黑。按樣，竟然後來嘅情形就比先前還卡慘。耶穌講等這個話，人群中有一個婦人家大聲對佢講：用你本你信任嘅人實在有福氣哦。耶穌講：聽上帝嘅話就遵行嘅人，還卡有福氣哦。眾人其實越來越多，耶穌就講：這時代嘅人按下哦，你哋想愛看神蹟，總係除了約拿嘅神蹟以外，無別嘅神蹟好俾你哋看。
约拿样板上做尼尼米人眼中嘅神职，人子也爱上做俩斯推人眼中嘅神职。在审判嘅日，南方嘅五王会起来告你哋俩推嘅人，因为佢对暗言来听所罗门王指挥嘅话。我老你哋讲，在两位有比所罗门王还卡伟大嘅，在审判嘅日，尼尼米人会起来告你哋俩推嘅人，因为佢哋听到约拿所传嘅就以下归真。我老你哋讲。在两位有比约拿还卡伟大嘅，无人点灯看在无人看到嘅所在，也系并在吊底下，佢一天系并在灯台档，本入来嘅人看得到讲，木主可比身体嘅灯，木主那系好，而全身就会有光明；木主那坏脱，而嘅身体就会烏暗。所以。愛生義，強把而地背嘅光變做烏暗，那係而全身充滿光明，無半點烏暗，就會光明燦爛，像本燈嘅光照燈一樣。耶穌講這條話後，有一個法利賽人請佢食飯，佢就入去坐坐。這法利賽人看到耶穌食飯前無先照規矩洗漱，就非常奇怪。主對佢講：而到法利賽人將比爾攞盤嚟嘅外杯洗到清清，仲係而到嘅地杯反轉裝滿貪心攞邪惡。而呢條惡嘅啊，從外杯嘅上帝，敢唔係也錯地杯嘛？只愛將比盤地杯嘅東西送本窮苦人，安樣一切對而到嚟講，就算強利嚟。而到法利賽人慘嚟，而到連薄荷、原香、攞其他嘅香料也獻1/10本上帝，仲係忽略公義、攞敬愛上帝嘅事。其實呢條正係而到應當親力去行嘅，其他嘅也做唔得忽略。而到法利賽人慘嚟，而到愛錯非常多嘅特別錯位。為騙人在公共場所對你哋資金搶案，你哋慘嚟，因為你哋將無做記號嘅墳墓對嘅蛋糕行過去，無人知係墳墓。有一個法律教師對耶穌講：先生，你這樣講，連我都也本人侮辱到咧。耶穌應講：你哋呢班法律教師未慘嚟。你哋將難開嘅重擔用在騙人嘅肩頭上，仲係自家連存一個數字吞數也唔肯。你哋慘嚟，你哋整理先帝嘅墳墓，嗰條先帝正係你哋嘅祖先所殺害嘅，安樣，你哋證明要戰勝你哋祖先所做嘅事，你哋殺害先帝，你哋就整理先帝嘅墳墓。所以上帝嘅智慧是講，我愛派先知老使徒到佢哋嘅位去，有啲為本佢哋刺死，有啲為本佢哋迫害，因為安樣對創造世界以來，所有殺害先知嘅罪，對殺害亞伯，直到在祭壇老聖所中間殺害撒加利亞為止所有嘅血債。倆使徒嘅人一天愛還，我實在老二都講，倆使徒嘅人一天愛為到倆一切書執法，而到倆班法律教師慘嚟，而到將打開知識寶庫嘅鎖匙搶走，自家唔入去，也主動想愛入嘅人入去。耶穌離開教會以後，經學教師老法利賽人開始激烈批評佢。拿千多難題來問佢，想要對佢嘅話，請把柄來開佢。